这个月底就要过年啊，真侪人一直网络交关买物件，不过千万要注意诈骗的问题。唔奈详细看店家敢有老实，收到包裹嘛，就要斟酌检查。到底有啥物诈骗的出头，咱来了解，佮有啥物方法保护家己权益呢？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卖个骗啊！咱就请尚莹来甲咱细分明。尚莹，是主播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尚莹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这诈骗的出头有影是百款，安怎都拢抓袂离。咱先来关心警政署的统计，去年12月这受理的就有17766件，另外呢损失的是有124亿3543.3万。昨多是元旦，也毋过这诈骗共款是无休困的。通报受理的是有331件，损失3亿1580.6万。而且呢，对这受骗的案件看起来，其实每10万人当中，上侪就是来自新竹市。新竹市的警察局因即马是表示讲咧，即寡受骗的主要就是科技产业人士，亲像有科技公司的员工，伊是收到诈骗犯所寄来的手机啊，当作是礼物，伊掠准就是朋友所寄来，所以用新的手机啊，甲人去联络做投资，电脑去互人变千外万去。要提醒大家，即马拄好是岁末年终的时阵，大家会想要送一寡年节礼物去互别人，也因为即马呢，伫咧网络订物件是真利便，所以即马咧诈骗的包裹也愈来愈侪啊。先带大家来看2种主要的诈骗的手法。这诈骗犯因是会随机甲寄即个手机啊的简讯，甲你通知讲物件到位啊，爱付钱啊。有几个人呢，因为这线顶的订单实在伤过济张，所以已经袂记得到底是倒一件，转戆去付钱，结果转来一个拍开，才知影讲原来根本都毋捌买过这项物件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。即马有足侪高质雅的广告，亲像咱图片所看到的，因是会用真水的图、甲真详的介绍来写你，互你欢欢喜喜落定去付款。结果收到的时阵，才知影讲这内底的物件甲订单里的是完全无相像的。刑事局就提醒大家讲，即寡包裹的诈骗，一般来讲是有几项特色，包括着因是无公司的电话甲住址，完全拢是靠信息拍你来联络。另外广告的时阵，步边拢会讲到物件到才付钱，而且限时优惠，也佫有无介意你也通退货。另外呢，就是因这网络的广告有影是真疗效，而且这人客评价有真侪拢是用中国的用词。提醒民众，若准拄到这几项，就要注意，可能就是假的。万不伊这钱已经付啊，物件嘛拍开啊，就会当赶紧甲去联络这个送货的人，也是讲甲这个货当去摕去领货的超商来申请退货甲退钱，也一定爱卡这个诈骗专线165来通报，互警方会当赶紧去抓人。这个撇步千万都要会记得，真正是卖个骗啊！咱即马大家现场交等你互主播。